一个年，上帝伫其中来引带咱来感谢。伫新的一年，咱要伫主的面前感谢讲主啊，是阮的手望你来看阮，阮一生的年日伫你的手中，一定会成做荣耀的记号。所以咱三甲做伙，为着咱家己，也为着咱的兄弟姊妹，伫主的面前来献上咱的感谢，并且也伫今仔日早起，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，咱将一切荣光、一切感谢归于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、来学乐。亲爱阮的主，阮伫你面前来感谢你的听堂，享受阮一切丰富。你是阮的主，你照顾。你是阮的君王，你保护，你为阮征战，你照顾你的百姓，免得入到死无内底。亲爱的主，牵阮的手行人生的道路，是用着你极大的疼痛，丰丰富富赏赐阮。阮所以要感谢你，我的主啊，阮伫这所在，同齐来仰望你的听，阮感谢你，因为过去你怎样牵阮的手，一直到如今，你犹原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讲，阮得到看顾，会通经过的日子平安，是出自你，是你赏赐阮气息，是你引带阮行伫光明、荣耀、正直内底。你的路全是平安，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拍破人一切所有的咒诅。你的话语讨放人所有一切捆绑，互人得到自由。你的话语，互人得到医治，恢复人所有的健康。你的话语是阮的活命，你带阮，你扶持阮，你救阮，脱离迄个歹的，互阮进入伫你圣洁内面的欢喜甲快乐。亲爱的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的丰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阮伫这个新的开始，搁再一届对上帝你领受，对天所来属天的能力、属灵的权柄，并且伫主你的照顾的下面，阮的活命是愈行愈光明，愈有圣洁，满有基督忠诚的款式。感谢主，你的信实、你的慈爱，是阮大细的顶牌，照顾阮，坚固你的教会。互教会伫主你家己的引带，并你能力的同在内底，真侪社区、城市的金灯台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阮宣告你的话语必然会成就。使用安乐圣教会，真侪上帝你欢喜的金灯台，真侪上帝你圣洁荣耀的器具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阮的主，感谢主爱的圣灵。每一日甲阮同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主上帝，感谢看顾阮过去的年日，到伫如今，愿今仔日会通搁再一届，一个新的年，一个新的季节，一个新的开始。主你要赏赐阮，又个照你所讲的，每一个早起时拢是新的，你的信息极其广大。阮感谢主，你的照顾，主，阮也伫你的面前，将阮对你所得一切的恩典疼痛，阮拢将着荣光感谢归于你，也仰望主继续伫阮的身上来做美好的工，互主你的话语刻铭伫阮的心，伫阮的头壳内底，互阮无论做任何判断，有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互阮对甲上帝天父你的旨意对齐，通互主基督救恩的快乐，并主你所应允伫地面上甲主同行的见证，显明伫你的教会内面。愿一切颂赞、阿乐、荣光归于你。愿主的名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。祈祷、感谢、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请保安兄来报告。隆重 ，OK。我紧，你听头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年第一届的这个礼拜，有开无？
首先，我来做消息报告的部分。第一，要感谢旧年度落任的职事王文雄、王世宏、张淑英3位职事伫主内的辛苦。愿上帝既然因手中所做美善的工课，今年度新任的职事由张光辉、李慧君、林小温职事来接任。敬请兄姐伫祈祷中来守望纪念职事会的事项。第二，个人奉献柜的奉献编号位置，这个礼拜1月7日已经有小可来变作调整，新年度奉献地也已经放伫奉献柜中，请兄姐来留意。第三，教会有印着春联甲红包袋啊，欢迎每一个家庭到招待桌来领取一份。第四，1月7、8。礼拜日下午2点半，台南富声合唱团及台中国际合唱团将伫本会1楼礼拜堂要来联合演出《东西幽香合璧情》，也是东西幽深合璧情的这个音乐会。指挥是新钦博士，票价300块，一届买10张有8折的优惠。最后会当甲牧师娘来购买。第5，1月14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，全国祈祷网络要来举行这场线顶的组织，报名费用每一个人300块，教会要来补助一半。要参加的兄弟请自行上网来报名缴费。佮甲向办公室的同工申请补助，敢有补充报告？无，这是咱要请敬拜乐团。Amen。圣经应允，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，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虽然抗旱的日子来到。伊也无惊吓，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伊应允咱，伊要带咱到伫溪水边。伊是咱的牧者，咱既然是受伊的引带，咱伫一生的年日，就要真正活伫伊的祝福内底。要做咱先甲歌词摕出来好无？咱同齐做伙来甲歌词来读一解。溪水边，先来读一解来。阵阵的风吹来，心情真轻松。定定的世间人情，亲像云烟过。花草树木，蝴蝶搭手，亲切慰问。草萝甲野生渐渐消散，一项一项代志，哪风吹散去？一件一件真情，保守在心里。众生三角唱歌，云彩来做伴，期待情人悠远有溪水边第2节，有主点阮心内，生命出外泉，骹手无搁会酸软，怨气无人陪，阴影无搁遮看，互阮看无情景，打全心军队，自爱牧者。一项一项试炼，心灵变开阔，一件一件迷茫，成就真平安。听候主的呼声，火热阮心肝，快跑对主，搁来到溪水边。咱三角起立来吟唱。阵阵的风吹来，心情真轻松。定定的世间人情，亲像云烟过。花草树木，蝴蝶搭手，亲切慰问。草萝甲野生，渐渐消散。一项代志，那风吹散去。
人情，亲像云烟飞，花草树木乌蝶，家树亲切开门，草落甲野生，渐渐消散，一项代志，那风吹散去，一件真情，好烧在心底，将生衫甲唱歌，分彩来作伴，离开前面有缘路，溪水边，阵阵的风吹来，心情真轻松，平平的世间人情，亲像云烟飞，花草树木乌蝶，大树亲切开门，草落甲野生，渐渐消散，一项代志，那风吹散去，一件真情，好烧在心底，将生衫甲唱歌，分彩来作伴，离开前面有缘路，溪水边，付出两阮心内，生命出大船，脚手无过的霜冷，冤切无人陪，阴影无过遮，甘互阮看无情景。心内生命出大船，脚手无过的霜冷，冤切无人陪，阴影搁遮，甘互阮看无情景，若专心分对，自爱莫遮。一项一个，心灵变开阔，一件迷茫，成就真平安。听孝子的呼声，回来阮心肝，快跑对主过来讲。有主踮伫咱的心内，生命就会出外泉。骹手无搁再会酸软，万切无人陪。上帝要成做你的牧者，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大兄，圣神会一直陪伴伫咱的身边。咱所有伫主的面前，同齐来感谢，同齐来学乐，同齐将着你今年所期待新的恩典、新的祝福、新的情景，就是上帝所要赏赐予你的，互咱开声。将迄个情景甲伊宣告、甲伊祈祷出来，你会看到上帝要成就一切关系你荣耀的代志。
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的听堂，亲爱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伫阮身上所要成就一切的美好。主啊，阮所以感谢你，将一切上赞而乐拢归于你。主，阮伫这所在讲是，阮伫新的一年要有主的阳光的同在，有主的慈爱怜悯的同在，有主会通真侪阮极大上大的满足，也要将到你的听丰丰富富怜悯伫阮的身上。主啊，保守因带，互阮伫新的一年更较活出基督的款式，有听有怜悯，伫主的恩典内底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守住阮一个新的生命、新的阳光、新的祝福。你是甲阮三角徛起的主上帝，你是怜悯你的百姓的主上帝。阮所以伫主面前讲，主啊，一切上赞而乐拢是你下，你要甲你的百姓三角同在，互阮伫这个新的年内底看见经历上帝你的丰富。感谢你的听，你的祝福，甲阮三角徛起，将上赞而乐拢归于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情真轻松，平平的世间人情，亲像云烟飞，花草树木乌壁，家树亲切为门，草落甲野生，渐渐消散。一项代志，若风吹散去，一件真情，我烧在心底，将声三角唱歌，分彩来作伴，期待证明有缘路。一项代志，若风吹散去，一件真情，我烧在心底，将声三角唱歌，分彩来作伴，期待证明有缘有。心内生命出大泉，手无搁会酸软，怨切无人陪，心也无搁听空，互阮看无情景，全心军队主爱目镜。一项试炼，心灵变开阔，一件美梦，成就真平安。名号主的呼声，回来阮心肝，快跑对主过来到。一项试
成的主上帝，你会听甲阮三甲同在。你的平安是阮大细的盾牌，你的信息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。主，阮对你所领受的恩典，阮献上感谢。伫你的听内底，主，阮奉献阮的一生，奉献阮的年日，诚侪你的采用。主，实事讲，这是你对阮的采用；倒不如讲，这是你伫阮心上真正的荣光。当阮对你来行，主，迄就是阮活命上水的荣光了。主啊，愿将家己奉献予你，互阮一生的年日，诚侪你的欢喜，诚侪阮的荣光。哈利路亚。耶和华，我要奉献我的一生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困难无高仰，我的心志却是坚定。主耶和华，愿奉献我的生命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心心真软弱，困忧忧准是阮属我，亲爱主。用情环保好因，亲爱主帮衬我搁要甲顾你遵命，替阮有的声，秘密里面我拢爱听。恩典予我到命，何乐何爽？主耶和华，我要奉献我的一生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我的心志却是坚定，主耶和华，我愿奉献我的生命，做你采用。虽然我心心真软弱，困忧忧准。阮属我，亲爱主，赞我，勇勇强情，传播福音，亲爱主，帮赞我，我要甲顾你遵命。恩典予我到命，何乐无爽？耶和华，我们奉献一生做你的采用。虽然溃烂衰烂，总是阮的心志
犹原是安尼坚定。耶和华，愿意奉献，用阮的生命做你的采用。虽然阮心神软弱，恳求你施恩赐福。亲爱主，赞我勇敢勇强，传播福音。亲爱主，帮赞我，我要搁鼓励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秘密的你，我拢爱听。阮天父，我高兴。亲爱主，赞我，我勇敢传播福音。亲爱主，帮赞我，我要搁鼓励生命，你温柔的声，秘密的你，我拢爱听。阮天父，我高兴。亲爱的主，帮赞阮，我要高举你的性命。主对阮讲话，圣灵啊，互阮得听你温柔的声，绵绵日日甲阮三角徛起，互阮徛地，互阮行路，互阮得困，互阮定定笑念你的话语，用你的恩典，照你所讲的。互你的恩典亲像脂油滴落伫阮的路，互阮的年日满了你的慈爱。感谢上帝，用你的听，用你的公义正直来扶持阮、保护阮，互阮伫你的公义正直内底，阮遵行你的公义、你的正直，正如你讲。恩典就要亲像脂油滴落伫阮的路上，感谢上帝的听从，祈祷感恩宣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拍拍将阳光归到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三甲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着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同齐来看启应文第1篇。启应文第1篇，咱同齐做伙来启应。我来启，请兄弟来应。好的部分，咱三甲齐声来上读。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道路，无坐侮慢人的位。人有福气，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阵结果子，伊的叶也无孤单。歹人并毋是安尼，
因此当审判的时阵，歹人要徛袂牢。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，歹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阿免。咱感谢上帝，是义人的道路必然亨通，歹人的道路必然灭亡。所以，咱就伫主的面前竞选迄个公义正直的路，就是咱的主所欢喜的道路。三甲做伙来看周报第4面。即一个月日，咱拢会三甲做伙来看马可福音。咱伫每一个月读一卷册，咱望咱会当三甲做伙伫即个卷册内底，咱会当伫即个月认真家读，读互伊熟。安尼，咱伫咧一方面听讲道的时阵会搁较熟悉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灵魂、属灵的生命，也要因为上帝的话语来坚强。咱若是有主的话语伫咱的内面，咱的日子就会哪来哪强盛。因为上帝的话是亲像大锤，又搁伊用言语创造天地海角其中的万物，人、世界、宇宙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借着上帝口中的言语来成就的。对安尼，咱会当看当上帝的话语，你的活命也会带出甲上帝同款，对上帝所领受属天的能力甲权柄。周报第4面马可福音1章第1节甲15节，咱三甲做伙同齐来上读，请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则亲像先知以赛亚册上记着的讲。看啦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伫你的头前，有备道路。伫旷野有人声发着讲，有备主的道，修直伊的路。照即个话，有人来了，伫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互罪得赦。犹太全地甲耶路撒冷的人，拢出去到约翰遐里，承认因的罪，伫约旦河内面受伊的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束皮带，这是方程亚密。伊传道讲，有一位伫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搁较大。我就是弯腰甲伊甲下大，也是袂堪得的。我是用水甲恁施洗，伊却要用圣灵甲恁施洗。迄时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内受了约翰的洗。伊对水里一日起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亲像钱仔降伫伊的身上，又搁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圣灵就甲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伊伫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甲野兽同一个所在，搁有天使来侍候伊。约翰落家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福音，讲日期满了，上帝国近了，恁着悔改信福音。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将你的福音平安稳定，借着基督赏赐予阮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息，你的慈爱。永远长存。你不但竞选犹太人，你乃是用犹太人做一个范本，做一个三不路，互阮伫其中会通看见一个人、一个家族、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，伊的兴盛衰微，拢总是因为伊深受尊敬上帝的话。所以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对着历史。看到上帝你的作为，互阮也会当伫其中明白上帝你作为的奇妙，以及你作为的信息是有方法，是有原则，通好找到的。互阮找到这个原则，互阮进入这个原则，互阮伫这个方法原则内底，对主你来领受属天的权柄、能力、稳定甲疼痛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圣经伫遮所强调的这样代志是，这毋是一个奇怪的代志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并且伊也毋是雄雄走出来。亲像民间故事讲，有的物件是对石头逼出来，有的是对桃仔内底走出来。无论怎样，圣经内底讲，所有的代志有伊一定的源头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毋是民间故事，伊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起头是讲到代志有伊的原来的开始，所以伫这当中呢，圣经伫遮呢对咱提醒讲是，伊有起头。这个起头是讲你会当找到这个物件，一直甲伊摸，找到伫源头。有一届我去到伫这个山顶，了后，阮就伫迄个山顶迄个所在去，咧看到迄个水墙，就是瀑布。阮所以呢，就对着迄个水墙一直爬，爬了一段路去一段路，想讲搬过这个山坎，就会看到迄个源头，结果无，结果佫去哩，佫过一个山顶，结果嘛是佫无。最后，阮相信一定有迄个源头伫迄个所在。行了3点外钟的时阵，才看到迄个源头，真正是对着迄个涂骹呛水泉，一直问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伊是有源头，伊有诞生，伊有开始的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这亲像照这个话，这亲像。所以伫第20讲，这亲像先知以赛亚记着讲，这亲像。就是了后又搁伫后壁第40讲照这个话，照这个话原本是无，但是是伫第20迄个所在讲，这亲像先知所讲的照这个话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伊是有源头的，咱着真斟酌注意。原来以赛亚书甲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有偌久呢？因的相差内底大概有600到700年的时间，600到700年的时间，遮尼久的时间。但是上帝伫600-700年前就讲这个代志。上帝讲这个代志，伊并无因为时间过去了后，上帝家己的话，伊就袂记进。袂，咱人有的时阵会袂记进。进前几工的时阵，要困进前，牧师娘甲我讲一个笑话。伊讲安尼讲，牧师啊，咱即马吼愈来愈老啊。我讲着这啊，我讲一个笑话互你听。伊就讲一个老阿一对老翁某夫妇了的时阵哦，伫热天的时阵，这个阿公阿嬷哦，就伫2楼，了后这阿公哦阿嬷就伫遐坐，了的时阵哦，迄阿嬷吼就甲阿公讲哦，我即马要食冰，你会记哩哦，落楼骹的时阵摕冰，冰顶悬吼，就爱放一粒草莓，知无？迄冰淇淋顶悬爱放一粒草莓，伊就阿嬷就甲阿公安尼讲。阿公就落去，落去的时阵哦，过无偌久，阿公吼就对1楼遐捧一碗面起来，互阿嬷。了阿嬷就甲伊讲，我毋是甲你讲爱加卤卵吗？拢总袂记哩，伊原来应该爱创啥货吼？明明是冰顶悬爱放草莓，结果的时阵煮一碗面起来，伊嘛无感觉安怎？伊讲爱加一粒卤卵。我了过一工的时阵吼，因我就想一个笑话，我就甲牧师娘讲哦，我原来甲你讲一个，讲啥货咧？讲哦。有4个人，大陆有4个人，毋拢是做爱拍麻将对无？了后，迄4个人吼，拢已经退休老啊，所以就4个人做伙伫遐拍麻将。拍牌哦，其中哦一个阿星我就讲哇，安尼绕紧，就怎去便所。去便所了后的时阵，就讲好啊，无来转好啊。就讲袂记伊咧拍麻将，就怎转去呢？好啊，转去吼，就遐剩迄3个人伫遐拍麻将。讲阿星看也袂来，去便所甲看者。结果时阵去便所看，看无，了就伫咧讲，无敲电话叫伊来啦吼，叫伊来拍麻将。结果吼，3个人伫咧所在拢想袂起来，讲摊拄也是想和咱拍麻将。所以你知影，咱人吼对着时间安怎，会一寡代志会袂记。但是上帝的话，700年前，上帝甲伊的话记掉咧。上帝伫迄个所在安排日子、时间、交代，了一日一日一直经过。上帝伫迄个所在记掉伊的话语，700年久的时间。
上帝会记得你的名字。你莫烦恼，上帝袂记得你。会啦，拍麻将的人会袂记得咱。咱煮面，咱要食冰淇淋，变做煮面。但是上帝无即个代志，伊永远会记得伊所讲的话。所以圣经伫遮呢，甲咱讲，你甲看，伊讲借着先知以赛亚册顶所记着的讲，上帝的话，伊伫迄个所在，家己讲过，伊又搁安怎，搁记伫伊的册顶。上帝将伊的话记伫册顶，是要表明一样代志，白纸黑字。古早人话时阵，若有啥物款艰苦忧伤的时阵，过袂赢人，就讲咱纸头无字，纸尾无名。但是上帝讲啥？上帝讲我纸头有字，我纸尾有签名。我讲过的话，我一定会实现。圣经内底有3万外个应允，伊有3万外个应允，咱人一生的年日游玩差不多是3万几日尔。安尼的意思就是讲，每一工你拢会当按照上帝来支取应允。新的一年内底，咱会记得无？上帝对咱永远的纪念。上帝讲过的话，伫圣经内底讲过的话，伊一定会实现。伊的想事会实现，伊的审判嘛会实现。因为上帝是照伊所讲的话来行、来做代志的君主。伊袂讲白贼，伊袂练笑话。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、真正会当互你、互我挖去信实的上帝，并且上帝你安排做代志的时阵，你甲看，经过这700年的听候，上帝毋是伫迄700年过去了，雄雄想到，对，我有一个代志袂记哩，毋是。上帝伫这700年内底。互迄个历史咧经过，了，互人知影离开上帝，人无能力做啥物货。了，互人知影上帝照伊的话咧进行。人伫迄个过程内底，虽然要靠家己的气力来行，人虽然放杀上帝，但是上帝讲，我会当有时间听候你。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静静看。有时看咱实在是安尼看袂落去啊，但是上帝永远尊重你，尊重我所做的决定。上帝无简单，无凊彩来插手。上帝一直听候到咱伫迄个所在讲主啊，你敢会当救我？伫迄个时阵，上帝伊就会出手。是安怎？上帝爱听候到迄个时阵才会出手，因为若无伫迄个时阵出手。咱拢会感觉，就是咱教，就是咱教。你会记得少年传道有一届甲咱讲过迄个例无？一个律师伊要开庭，伊爱去辩护，所以就开着车到伫迄个所在安怎样啊？要去停伫法院，但是去的时阵了后较慢，所以呢无车位，伊就摇头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找到一个车位。祈祷煞的时阵，迄个车毋就要撸出来吗？伊就伫遐说讲：上帝啊，免啦，我带你来就好。啊，我已经有车位啊。你有了解到，人就是遮尔啊容易袂记起上帝，放杀上帝，拒绝上帝。但是上帝伫伊的慈爱内底，亲自咧听候咱。咱是毋是愿意真正用着甘心？欢喜顺服来跟对咱的主，上帝是照伊的话来行来做的主上帝。这也是安怎？圣经约翰对咱提醒讲，咱的祈祷毋是蓝衫开喙，咱的祈祷若是照主的旨意求，请注意，是照主的旨意求。所求的，就会对伊得到。那是上帝无讲的呢？那是上帝无讲的，上帝是安怎爱答应你？是因为伊有伊的慈爱，是因为伊有伊的怜悯。
但咱愿意伫这个主爱甲灵命内底，来因为安尼来认捌伊，来降服伫伊，来顺探伫伊，来对伊，来敬拜伊。安尼，咱就会真正照这个话得到这个福音。福音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的能力会伫咱的身上显明出来。古早的时阵，武则天创了东条的位置，伊真意爱人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婆婆塔塔。因为伊家己原本是袂当做皇帝，所以伊名不正，身份无适合。但是呢，伊又搁伫迄个所在，真仰望有人甲伊学了，讲啊，你足够，你安怎样啊？伊仰望伊的地位会当提升，得到百姓对伊的认同。伊实在讲，伊嘛是真认真。伊嘛是真用心咧治理东条迄段的时间，总是总感觉伊的地位无好势。有一天，伊伫个金莲殿，伊就调集所有遮的翰林学士，了后出题目来甲伊出对。出这个对的时阵啊，伊就伫迄个所在讲：玉女河边卡8帮，8帮8帮8八饼，那变就对啊啦。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啊，出即个对联，总是伫当中啊，伊就仰望有人伫迄个所在甲伊对。众学士伫迄个所在啊，敲出即个找这找迄袂晓，对答了几60句，但是呢，即个武则天拢无欢喜，伊就感觉讲啊，恁这文武百官有若无啥路用啊。啊，其中有一个人叫我甲人抱的啊。伊就知影讲武则天武后心内底伊其实是爱人甲伊抱塔啦。啊，无迄出队对逐队拢对甲足好啊。但是伊所以伊就是即马爱人甲伊抱塔。所以迄个人就出了一句话：金銮殿前话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安尼有对无？亲爱兄弟姊妹。这是人啦，人就是人爱人抱塔啦。这句话是对迄个时阵才开始的。古早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毋是咧对皇帝话的。你看喺日本节目的时阵伊若是完成一个任务还是比赛赢的时阵，伊就讲万岁，有无？古早话万岁是干那咧话安尼尔啦。但是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是对武则天迄阵开始。才有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总是伊伫即当中所做的，你爱斟酌。武则天伊敢有甲万岁？伊含100岁都无伊敢若活81、2岁。伊嘛伫迄个所在真认真来治理伊的国政。但是东条前后总共才289年，了有22位皇帝。一个皇帝只有做10碰当尔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伊讲要互东条千秋万世，敢有过无300当呢？但是上帝安怎讲，伊就安怎成就。历史的洪流内底，无法度吞噬上帝所讲的任何一句话，因为上帝话语安定伫天，照即个话。所以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介重要这样代志，读圣经。你愈读圣经，你就会愈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咱愈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咱的脚步就会愈坚固、愈稳定。面对人生，甚至面对死亡，就愈无惊吓，因为知影你要去倒位去，因为伊会引带咱行伫正路内底。伊是主，伊是上帝。伊是掌管万项有的迄一位，照即个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伊的册顶，记载伫圣经，照即个话。所以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照即个话。新的一年，愿咱会当更较
明白上帝的心意。第二，在这当中呢，圣经讲是约翰照这个话来了，然后伊就开始行施洗礼的代志。总是伫这当中，伊传的是互人的罪得到赦免。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传的，唔单单是互人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来的，佮带着一个更较大的恩典，是互人恢复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款式。创世纪1章迄个所在讲，耶和华上帝讲：咱爱照咱的款式，照着咱的模样来做人，互因会当生产，互因会当照咱所赐予伊的，伊来治理即块地面上所有的一切。互上帝的心意借着人伫迄个所在显明出来，人伫其中显明了上帝的水。上帝的权能。约翰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阵，耶稣基督无犯过任何的罪，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来到来到约翰的面前，讲：我要来行洗礼。约翰对伊讲：哦，你千万唔通，爱洗礼的人是你呢，是你爱教我洗礼，唔是我爱甲你洗礼呢。但是约翰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讲：咱应该着爱行主般的礼仪。免得互人讲咱的话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甲咱人会讲咱的话。上帝要赐福互你，有的时阵实在是因为你无有囝儿的名分，所以真歹赐福互你。要选举结束的时阵，你讲牧师啊，我来啊，我来遮遮久啊。我来了比教会内底一寡人啊，我已经来10几年，迄个人才来3年尔。啊，是安怎伊有选举权，我无选举权，歹势。啊，咱都要洗礼。啊，我讲好啦，无牧师较体贴你啊，啊无我换来甲选票互你。啊，边仔一个人讲，牧师啊，是安怎伊较会有啊？安尼我就无法度回答伊。不但是安尼，撒旦的权势，我会安尼控告，上帝要赐福互咱。互咱有囝儿的名分，互咱有囝儿的权柄，互咱会当宣告代志，迄个代志就会当照咱口中言语所出，照上帝的应允。因为你有读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你会当将上帝的应允宣告出来。你会记得一样代志？保罗伫咧使徒行传内底有一届，伊伫遐尔传福音，了有惊社术的。因遐囝儿来伫迄个所在，对着一个互鬼附着的人，了迄惊声出来，就对迄个互鬼附着的人讲：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，叫你这个鬼对迄个人出来。你会记得迄个鬼安怎应无？耶稣我有熟悉哦，保罗我嘛知，啊无请问你是谁啊？结果的时阵啦，迄鬼怎啊跳出来有无？啊，怎啊去附着迄个赶鬼的人？是安怎？迄个鬼毋惊伊，因为伫因的心上无有惊儿的记号，无有上帝国的权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耶稣基督无犯罪的主，尚且真像主般的礼来修成这个洗礼。因为伊要伫众人面前，要伫灵界当中来显明，伊伫地面上是一个守规矩的人。伊伫上帝国内面，伊勇敢承认，也勇敢宣告，我要照上帝话语来行。所以伫物质的世界，耶稣有能力；伫灵界的世界，耶稣基督也有权柄。伊用着安尼的方法来表明伊家己是上帝囝儿的记号，甲家己见证出来，见证出来伫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也见证出来伫这个灵性的世界。今仔日有时你要伫迄个所在宣告，就亲像迄个惊声说的，要来宣告，但是伫迄当中，因为咱无迄个身份，所以咱无法度做迄个工作，咱做袂出来。咱无有
官兵通好做。官兵甲能力是有差别的。一群人20-30个徛伫迄个所在，一台车若呢冲过的时阵，迄20-30个人可能无法度甲伊动咧，因为迄台车有引擎、有汽油，冲得足紧，有能力。伊硬要甲你冲过，伊就冲过。但是一台大卡车，拖拉库200个，了的时阵，一个穿乌衫戴一顶帽仔，了喙内底含一个哔哔啊，哔哔哔哔，迄台车爱停落来无？迄台车爱停落来，因为伊迄个人有官兵，伊或者警察，能力甲官兵是无共款的。今仔日你会当有官兵，会当按照这个世界，按照这个宇宙宣告上帝能力的同在，因为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耶稣基督受洗起来的时阵，第9节讲，伊来到第10节讲，伊对水面一个起来，就看到天拍开了，圣神亲像剪影降伫伊的身上。这是圣灵所做的证据。你会说咧，有上帝为你做证据。你会当吹称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迄是出自圣灵的证据。因为圣经真清楚讲，若毋是出自圣灵的感动，无人有才调开喙称耶稣基督是主的，无人有才调。你若真正相信主讲，我心内底相信，喙内底承认，迄是出自圣灵所赏赐予你的记号，你才有法度安尼做，安尼行。如果咱若是真正，毋是做戏，迄是因为圣灵伫你的心中所做的证据。所以圣灵有做证据，亲像一只剪仔、粉鸟啊飞落来，剪仔、粉鸟仔囝飞落来伫迄个所在。不但是圣灵做证据，另外一个是天父上帝家己做证据。第11节讲，天顶有声音落来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儿，我欢喜你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对你讲话。最近有一位姊妹，伊发了一个7-8年前的时阵，伊所领受洗礼的时阵。了后，伫迄个所在，牧师有为伊讲一寡话，了后伊就将迄个话甲伊写起来、记起来。规照进前1-2礼拜前的看吧，伊甲迄段话佮发互我，了后讲牧师感谢上帝听痛，因为遐个话，大家一日一日应验伫因的家庭内底。上帝会为你做记号，上帝会为你做见证。这是福音，就是上帝要甲人三角同在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耶稣基督是咱值得相信的，伊值得咱相信的。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阵，伊对申命记内底讲，袂当凭着一个人的话来定一个人的罪。一定要超过2个人，所以耶稣基督来引用申命记，对着当时人甲伊辩论的时阵，伊伫个所在讲2个人见证是真的。那么伫这当中有圣灵，有天父上帝为伊做见证。粉鸟是圣灵亲像粉鸟降落来，又搁有天父上帝为伊做见证，这是见证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一个一定的代志。所以这个见证是真的。了，约翰一书，咱顶个月的时阵所读的，伫这个所在讲是人所做的见证，你就相信啊。安尼上帝所做的见证，咱敢毋是搁较应该相信？人有的时阵会讲白惨的，人有的时阵会讲话讲了有较含啊。我甲你讲过1000万摆啊，有无？真正有1000万摆吗？无啦。然后讲过10摆、20摆算介济啊，但是咱会安尼讲，讲了会较含。但是上帝的话讲了真拄啊好，真实在。
对啊呢，迄个见证是真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迄个见证是真的，咱就要斟酌这个见证是真的。当这个见证是真的时阵，对咱提醒的是，咱袂当甲上帝话当作凊彩，袂输咧听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听耶稣基督所记录的这些代志，袂敢若咧听民间故事咧，袂当。咱一定要做出一个慎重的态度。今仔日这话临到咱，毋是要审判咱，这话临到咱是要祝福咱。总是咱会当愿意安尼来领受，咱就会伫其中真正得到上帝丰富的应允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毋是甲咱无关系。伫一个新的年日，咱应该三甲做伙来思考。福音有4个元素：日期、上帝国、悔改、甲相信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是，伫这呢，圣经讲怎样？圣经讲，耶稣基督开始来传福音的时阵，15节讲，日期满了，上帝国近了，恁就悔改信福音。这是福音的4个元素，对耶稣基督所来的。第一，日期满了，日期满了。第二，上帝国近了。第三，恁应该着爱采取行动。第四，采取什么行动？信什么话？信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什么是日期满了？日期满了是外邦人受苦的日期满了，福音所以临到咱，毋是犹太。一方面是犹太人，因为因拒绝上帝，因毋是无拜上帝哦，因的圣殿礼拜堂犹原伫咧哦，但是因的心甲上帝离开远去了。所以上帝讲，因为恁拒绝我，所以我也拒绝恁，互恁伫万邦当中，互伊等来等去，一直到恁开嘴讲，何山啊！奉主的名来的是应该学乐的。迄个时阵，我就会去带恁倒转来。所以一方面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上帝的话，因将上帝的话当作凊彩，甲伊弹杀，结果咱扣着，福音才临到咱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上帝知影。伫这个世界有真侪人咧敲找真理，咧敲找平安。上帝讲：世囝，你看，耶稣基督就是你咧找的迄个平安，毋是你的修行，毋是你的功德，是因为你就近我，住伫我内面，遵行我所吩咐你的，我就要接纳你做我的囝。所以日子满了，你毋免搁再受苦。我的阿公伫病痛内底受苦，有的人伫经济内底受苦，有的人真有钱，但是找无到人生，找袂到人生的平安，所以伊受苦。但是伫耶稣基督内底，这所有的代志拢会真做美好，会改变，会更新，会愈来愈显出上帝创造咱的目的甲荣光。第二，上帝国已经近了。过去上帝随在咱人行，但是今仔日上帝讲，公义甲邪恶一定要分辨出来。上帝必须爱安尼做，嘛一定爱安尼做，若无伊就毋是上帝。若无做歹的人继续做歹，到伫落尾，世间人就满心做歹。但是上帝显明出来，伊一定会判断。安尼。上帝公义、甲慈爱，行伫良善内底，会得到赏赐。迄才是咱忍耐的原因，敢毋是？若是做歹的人，会当继续为非三做，伊阁有能力赢过上帝。安尼上帝就毋是上帝，咱嘛毋免
伫迄个所在尊敬上帝的话。但是，就是因为上帝的国近了，伊的判断会来，所以咱就爱斟酌。第三，人就悔改，咱爱记得，咱人受创造是要来治理地上的，是要甲上帝三甲享受荣光的。人受创造，毋是要摕来当做地狱的火柴，伫迄个所在添火柴来杀肉粽的，毋是。咱人受荣光，咱会拍拼，咱的努力，若是敢若刀无伫即个地面上的荣华富贵，安尼就伤过底啊！我昨知影透早的时阵，我就去台中参加向上圣教会赖庙馆牧师的退休礼拜。伫迄个退休礼拜内底，我深深咧想一项代志。一个人服侍上帝22年半，伊今仔日来受尊荣来退休，总是伫这个退休了后，咱的生活安怎规划？咱只是互时间甲咱的生命拖磨互伊了，或者是伫这个退休的时间以后。咱继续服侍，继续来做。庙馆牧师伫迄个所在讲，无一定我会当继续伫教会来做，但是我春乐的年日，要正做上帝找我去，会当录用的所在来受录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是有荣光的。受祝福的。摩西到伫82岁的时阵，伊想讲伊80岁就会当退休啊。上帝讲摩西，对这时阵，我要用你做一个伟大的服侍，带以色列人离开受苦毒的所在。上帝安尼行，安尼做。上帝使用摩西。你伫迄个时阵会感觉讲，哦，上帝啊，我无迄个能力啊，我无才调啊，你莫阁叫我。但是上帝呼召摩西对80岁出来服侍的时阵，上帝为摩西负责到底无？有。你讲牧师你安怎讲？咱斟酌来看，圣经伫上界落尾描写摩西的年日的时阵讲。摩西活到120岁，伊要离开世间的进程，伊无近视，伊无老花，伊无乱视，伊嘛无安尼稳固行无力，伊的喙齿、毒气拢抑阁真的，拢毋是植牙，有无？你斟酌下看，圣经就是安尼写的啊。上帝呼召伊，上帝就为伊负责到底。上帝呼召你，上帝就为你负责到底。但是我若是拒绝，讲上帝啊，我无爱，安尼，咱搁要求上帝讲，上帝你爱替我负责，靠这个人呢？所以会决定，福音的4元素内底是上帝啊，过去我行我家己的路。但如今我愿意行你的路，愿你来路用我。第四，爱相信。相信毋是亲像有一寡人讲，我相信。圣经内底对咱提醒讲，撒旦伊嘛相信有上帝呢，但是伊信甲惊赢摇摇错。咱信上帝是因为相信，遵行伊的话。咱甲上帝相同行的时阵，你就会看到圣经讲，你若是要看到上帝荣光，这句话是耶稣对着马大甲玛利亚所讲的。你若信，就会看到上帝荣光。这句话你讲啥？讲死人的国话，讲死人的国话。死人的国话对咱来讲是一个荣光，但是死人的国话对咱来讲嘛是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人。会想罪人安尼受审判，
但是义人要伫迄个所在徛咧看，上帝，你究竟是已经为我来伸冤了？迄是上帝的荣光。今仔日咱读诗篇第1篇，讲啥？歹人并毋是安尼，乃是亲像风，乃是亲像初光，予风吹散去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阵，歹人安怎要徛袂牢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信要看见上帝的荣光，有2个意义。第一，你会看到你活命对上帝所享受，予你一个新的开始。人离开这个世间，是进入到上帝所享受荣耀的国活。了第二，做歹的人原来会国活。但是，伊伫上帝面前受审判，义人要伫迄个所在讲：主啊，你究竟为我伸冤了？你会看到上帝的公义彰显。所以，迄个信是相信上帝的慈爱拯救了咱，是相信上帝的公义审判了所有一切的罪孽。咱今仔日会当做出选择。咱若是相信上帝的话，咱伫新的一年内底。愿意来读伊的话语，你的路就会亲像圣经所讲，义人的路亲像日时的光，愈照愈明，直到透中道同款。所以你的人生会带着一个新的改变。福音的本质是，人所仰望迄一位公义的君王已经出现了，来临了。耶稣基督就是迄一位永远的祭司替咱代求，就是迄一位君王来为咱征战。就是迄一位先知将上帝救恩、上帝话语带到咱当中来。迄个话语毋是空嘴保子，是实实在在真侪咱的祝福的。迄个有能力保护你的君王已经即将官兵了。这是福音的起头。信耶稣毋是毕业，信耶稣是开始要来担着主恩的日子的开始。耶稣基督讲：“你看到这就信吗？真好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要看到比这更较大的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唔好因为咱即马平安，咱就感觉讲上帝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唔是。铁塔家讲过一句话：今仔日地面上上界侪资源无受录用的所在是伫倒位？伫蒙阿波，因为真侪人，伊一世人拢无拍拼过，了后伊就离开世间啊。所以真侪上水上好的资源无录用到的，是伫蒙阿波。你抑阁有真侪能力，摩西甲80岁的时阵，抑阁咧征战；约书亚甲80岁啊，抑阁咧征战；加勒甲80岁啊，嘛抑阁咧征战。但以利一直到伊80、90岁的时阵，经过4个王朝、5个朝代，伊抑阁咧做宰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抑阁有真大的力量，你抑阁真大会当互上帝所录用的日子，咱愿意安尼行、安尼做无？咱爱做的是咱愿意回应上帝的话无？上帝的呼召。那咱愿意进入伫个国内底，伫每一天借着读圣经来思考、来明白伊的作为、伊的能力，你就会经历伊权能，并且会当执行伊的权能，并且会当完成伊所托付你的。毋是你咧做，毋是你咧拍拼，毋是我咧做，毋是我咧拍拼，是因为圣灵甲咱同在。是因为咱尊敬上帝的话语，是因为基督国活的能力伫咱的心上甲咱同在，所以咱就会大有权能。毋好互信仰敢若成做咱离开世间要入天堂的门票。基督福音的起头是咱会当去找到迄个源头，咱会当借着基督所行的，成做咱的源头。学伊安怎行，安怎顺探上帝，伊就安怎得到能力，得到权柄，会当伫每一天的日子，
将上帝观念显明出来。2023年，你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是福音，这是恩典，是上帝要甲伊的百姓三甲同在，一个新开始的时刻。过去咱袂记得啊，上帝怜悯咱，今仔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今仔日有一个新的祝福。咱是毋是愿意三甲做伙回应，将耶稣对天顶所带来的福音，互今仔日这个福音伫咱的心上。过去咱可能实现100%、2%，互伊对咱开始3%、10%、10%、20%、50%、80%、90%、100%显明出来，互你成做一个大有能力、阁有权柄上帝的囝儿，亲像基督所应允咱的。你看到这代志，你相信上帝所讲的话，你一定爱看到，你一定爱相信。安尼主就讲，你会看到更较大的代志，你会经历更较大的丰盛，你会有更较大的见证，伫人当中见证出来，伫灵的世界内底见证出来，亲像基督显明伊是上帝的囝，你也永远会当有这款的恩典、能力甲权柄，见证你是上帝的囝。这是福音的起头，咱会当踏入来，了后咱伫安息当中向前，咱要看见上帝作为、上帝祝福，要临到伫你的2023年，也要借着你临到祝福伫你身边所有这亲情、朋友、同事、同伴，互因对着你也领受一个新的2023年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，你会听甲阮同在。祝你互阮对着起头，会当领受福音。迄个福音是有起头的，毋是雄雄走出来，是上帝你的计划，是你的安排，是你的疼痛，是你的权柄的赏赐。到伫如今，阮当中有真侪人有这真切的见证。总是主你甲阮讲，毋好干那停留伫一点点的见证，因为你所要享受阮的圣灵是无所限量的，会当继续经历迄个更较大的、更较丰盛的、更较得胜的日子，也要临到阮。主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悔改，对着阮的小可信来悔改，互阮进入迄个更较大的信，进入迄个完全的信。通互上帝你所应允的阳光、权能充满伫阮当中。愿仰望你，感谢主，你听阮的恳求，成就你的能力、权柄甲祝福。伫新的一年2023年，互阮的人生大大向前，搁再来跨一步。感谢主，继续引带阮伫你的阳光内底，伫你的安息内底。来向前行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了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，咱们三个做伙来感谢上帝听。来，咱感谢吼，来看周报头前这个所在。报告的事项第5页，感谢年度卸任的这个执事吼。文雄吼，伊应该是国语堂细王兄，伊即马是伫即个台中，伊倒转去。了，小英姐有来无？来，小英姐，请你来头前，谢谢。来头前吼。咱也感谢主吼，咱今年度有新任的执事是江辉兄，来请来头前。个慧君姐吼，来请来头前。阁有邵恩执事吼。来，少恩哥哥，请你用来头前哦。咱感谢主吼，来伫上帝厅内底哈，来，咱感谢主，来谢谢苏英姐，感谢你过去3年来为阮的服侍，咱拍拍感谢伊，谢谢。了后，咱也要感谢上帝吼，咱这新任的执事来，慧君姐，谢谢。
江辉兄，感谢来少恩哥哥，谢谢。来，我叔这来，较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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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搁较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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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安尼好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啊，口罩，口罩，来，谢谢。嗨，下去。小爱心，谢谢。好来，咱拍握，感谢上帝听人，甲因三个同在，谢谢，多谢多谢。啊，来位亲爱兄弟吼，咱感谢上帝听。啊，每一届的服侍会记得，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聘你做伊的妻，接纳你做伊的囝儿，设立你成做地面上的见证。上帝纪念你所做的一切，牧师会可能袂记你啦。哦，牧师会可能袂记你，甲伊发聘书，袂记你，甲伊送礼物，但是上帝拢会记你。所以，互咱用着感恩的心，互咱伫主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愿意成做你的欢喜，成做你的路用。咱即时三甲做伙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咱来唱，我愿意，我愿奉献。三甲做伙来还，我愿奉献。对主耶和华，我愿奉献。就今天我们唱的这一首啊。不是 ，no， 我愿奉献。在这里。主耶和华，我要奉献我的一生，做你妻人。虽然我开了无够硬，我的心志却是坚定。主耶和华，我要奉献我的生命，做你妻人。虽然我心心真软弱，阮求救主是阮属奉，亲爱主赞我，勇敢勇情，传播福音，亲爱主帮赞我，我要高举你尊名，你温柔的声，绵绵咧咧，我拢爱听，阮等候我高野。亲爱的主，亲爱主，赞我，勇敢勇情，传播福音。亲爱主，帮赞我，我要高举你尊名，你温柔。爱听，阮等候我高野，何乐无双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照着伊丰盛的恩典应允甲疼痛。伫过去怎样保护因带你行过2022年？伫新要来这一年2023年，用加倍恩典、疼痛甲祝福，赏赐互你平安、
能力、权柄，互你赢过一切所有的困难，互你伫属灵的世界强盛起来，伫物质的世界，因为靠主大有能力甲权柄，赢过所有一切的试探，互你的年日满了耶和华上帝的荣光，有圣神徛起伫你内面，互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互你亲像基督同款，将上帝疼痛见证伫这个世代，互这个世代因为你来亲近救主，得到救恩，领受活命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用伊面光照你，赐恩予你；愿耶和华向你夜面赐你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的主日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